在地人在地情，台南新化一位市芳的女性的青年农民，合作康梅乡，3岁就对爸爸来市芳，一直到高职毕业回乡来接手。到今市芳的工作已经做25档了。今年得到农业部100大青农的楷模。 伫咧台南新化市芳青农康梅乡，囡仔是3岁就对伫咧爸爸的身躯边市芳，一直到高职毕业就转来做，完全由伊家己一个人负责全部工课。我常常感恩蜜蜂给我们的一切。我说，不是阮伫市芳，是芳伫市馆。目前嘛是台南市青农联谊会新化分会副分会长康梅乡，今年阁得到农业部100大青年楷模。 今仔日市府农业局和新化农会总干事区长郭继环，拢来到康梅乡因兜打红榜来恭喜。咱台南市政府啊，就有咧办理这个台湾这个国产的龙眼蜂蜜的评鉴比赛啊，因每一档拢有得奖哦，这是咱新化一个荣耀啦。 因为面对气候变迁的因素，青农讲市芳的方式和技术，更加需要加入科学的方法来克服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